好，睇下放工時間嘅福和街。哎呀，蠢到死啊！你真係。而家係5點13分，睇下繁唔繁忙。鋪頭大致都開晒門。你衫啊2件先50蚊，有啲人，但係又唔係好多人。今日假期前可能啲人手都喺第二度，買毛巾、買喼，冇寫價錢。小朋友仲要放學。一直行過去欽州街嗰邊，呢度係地鐵站 B2 出口。呢邊啊，鋪頭就會人得多啲，賣電話卡。喺個咁嘅時一講都好，行到嚟前少少呢，就擺檔就冇啦，開始有行車嘅路。好，行到嚟地鐵站 D2 出口呢度，繼續行。呢度開始有啲鋪頭啦，食嘢啦、電話啦，同埋啲雜物鋪頭，特賣場。車站附近。福
任電腦商場。一年咧先有一次嘅。睇係。一直行呢度冇乜鋪頭啦，前邊有間麥當勞。右邊有黃金電腦商場，前面打橫呢條欽州街，欽州街好行到嚟呢度，欽州街麥當勞。